歡迎大家翻到嚟失眠占卜呢個 podcast，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我係 Justin。今集同大家分享一啲如果中咗黑魔法啊，或者俾人哋詛咒啊呢啲咁嘅情況呢，點算嘅？咁點解會無啦啦錄呢一個呢？就係我收到有聽眾 inbox 我，就講起自己疑似中咗黑魔法咁樣，咁就想揾我求證同埋問點樣解決啦咁樣。咁我接下落嚟講呢，基本上都可以 roughly 用喺一啲可能俾人攻擊嘅巫術啊、黑魔法啊，或者一啲可能比較邪啲嘅術都可以大概 roughly 概括到嘅。如果唔係啲好特殊或者好強勁嘅情況下，咁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叫做去考慮到點樣為之中咗黑魔法或者俾人落咗咒語啦。咁通常聽得最多可能會譬如頭痛啊、黑仔啊、瞓得唔好啊、成日發啲惡夢啊，或者發生啲好奇怪嘅事啊。嗰啲黑仔嘅事或者奇怪事，可能係平時你未必會係咁，可能真係黑得太離譜，或者太多年做太多意外咁樣，大家先至會開始懷疑呢一樣嘢嘅。加埋可能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得罪咗啲乜嘢人，或者你覺得有咩人會做用呢樣嘢嚟攻擊你啦。咁理論上咧，撞到污糟嘢咧，都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咁但係到底到底係邊一樣咧？到底係撞到污糟嘢定係中咗黑魔法嗰啲咧？其實都係要另外揾師傅睇，可能一啲道教有咗去道教嘅法術，或者可能一啲相關人士開塔羅牌睇咧，都可以睇到嘅。基本上來來去去都係聽得話，譬如個狀態好差啊，諸如此類咁樣嘅狀況。咁我覺得第一件事就首先要稍為科學啲就諗會唔會可能係瞓得唔夠啊，休息唔夠啊，或者其他可能發生咗啲事情令到自己唔開心、情緒唔好，有呢啲咁樣嘅影響。我個人嚟講，我就覺得唔好一開頭就諗係咪撞到污糟嘢，或者可能中咗黑魔法，即係除非你發啲好奇怪嘅夢，或者你真係發夢俾鬼追住你嘅，連續好多晚係咁嘅，呢啲情況就比較特殊啲啦，咁就真係要比較重視。咁但係點解我都會話考慮咗，即係唔好一開頭就係諗係咪黑魔法呢樣嘢先呢？咁樣，因為如果從西方角度嚟去睇嘅話呢，我淨係咁講，我自己個人經驗嚟去睇，你問我係，我可以開牌睇，用塔羅牌嚟去占卜，或者可能用一啲巫術一啲嘅方法，可能有少少類似通靈或者感應或者靈擺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我相信唔同嘅法師或者可能唔同嘅所謂嘅師傅都有佢哋自己一啲嘅方法嚟去 assess 嘅，或者可能有啲係去個壇前掉聖杯呢一種。但係我自己覺得就我唔會話呢啲方法係錯嘅，即係包括假設有人問我，我都係自己開塔羅牌嚟去睇。咁但係畢竟呢樣嘢，譬如你係咪中咗黑魔法或者中咗詛咒呢一樣嘢呢？佢唔係一樣可以實證實測到嘅嘢。好似我之前有一條片係譬如用靈擺嚟去 check 嗰啲啤牌紅色定係黑色，我 check 完之後，我揭開張牌係即時有答案嘅，即係你揾有少少類似你睇嗰啲所謂嘅睇切勢嗰啲咁樣，咁我相信都有。咁但係譬如你揾唔同人睇，唔同人俾唔同答案俾你，其實你 confirm 唔到啱定錯嘅，你都唔知道佢講話俾你聽做嘅呢樣嘢係唔係一定 work 嘅。咁大家都係base on 自己嘅占卜嚟去睇到個結果，或者 base on 可能自己嘅感應。咁跟住接下來呢，就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好昆水或者係唔係㗎，跟住就話要俾幾千蚊做法事啊，要點樣點樣。咁基本上呢，其實呢啲情況就係都係對方講嘅啫。其實你淨係 verify 唔到，你自己都唔知，你都只能夠睇下佢做完之後你有冇好咗好到。咁你可能做完之後你冇好到呢，你都冇叫做冇仇報啦，或者可能佢真係有做咗嘢，真係有法力嘅，只不過你要多少少時間，或者可能就係真係做一兩次唔夠都唔出奇。但係呢啲情況你係全部 verify 唔到嘅。你揾其他巫師講法呢，大家都會講法好不一致。仲要我呢個嘅前提係你揾嘅
巫師或者法師或者師傅，佢哋都係正當而且係有料，唔係全心去欺詐嗰種。咁所以首先個結論係 verify 唔到嘅。咁我當有或者你覺得唔妥，咁好啦，跟住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咁我早兩集有講過啲魔法能量嘅原理啦，即係包括意識、一啲能量嘅層面，或者係神明嘅層面。攻擊你嘅人，即係用黑魔法攻擊你嘅人，佢都係基本上多數都係呢三個方向噶啦。咁而通常靈體類嘅會比較多一啲嘅，佢比較少係用自己意識，然之後嚟去發個能量去攻擊你，係比較少。通常都係用神明嘅比較多一啲嘅，跟住先至可能係用某草藥或者晶石嘅啲能量。咁同樣地啦，你要 build up 翻你自己嗰個叫做防護罩，或者為自己解救一啲魔法嘅黑魔法嘅問題呢，都係從啱啱嗰三個角度嚟去出發嘅。咁基本上以西方神秘學嚟講呢，有一本好著名嘅書叫做《Psychic Self-Defense》，咁就由一個100鬆啲年前嘅一個英國神秘學家叫做 Dion Fortune 佢寫嘅。咁佢係比較熟悉或者大家比較知嘅呢，可能會係黃金黎明，即係維特塔羅牌嗰個創辦人，佢嗰個神秘學組織。咁 Dion Fortune 呢，佢都係呢個神秘學組織嘅。咁都係二戰期間呢，佢同英國嗰啲巫師啊，或者即係神秘學圈子、身心靈人士呢，都有做過一啲嘅儀式或者所謂嘅冥想嘅方法呢，嚟去阻止德軍入侵嘅。咁姑勿論大家信唔信，或者呢樣嘢 work 唔 work 都好啦，即係呢一個係佢歷史上面著名嘅事蹟之一啦。咁同埋佢有寫咗呢本書叫做《Psychic Self-Defense》，咁就係有講到從理論同埋技術層面上面去講點樣去保護自己啦、發現啦，同埋點樣將啲嘢反彈翻去嚟去解除嘅。咁我覺得嚟講喺呢個年代都已經好夠用噶啦，因為其實商業社會、現代社會大家咁忙，我覺得未必有太多人會花好多時間嚟去鑽研嗰啲黑魔法啊、攻擊人哋嘅巫術嗰啲。我鑽研完之後呢，我就再出嚟從業收錢幫人哋做，幫人哋做完之後又咁啱你嘅對手揾到佢，然之後再攻擊到你。我覺得個可能性其實係比較低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亞洲社會，如果係即係西方嘅黑魔法啊、巫術啊嗰啲，應該會遇到嘅未必太強嘅，即係就算有啲勁人都好，都未必出到嚟會做生意或者接呢一樣嘢啦。咁我自己嘅感覺或者我嘅認知當中，我覺得如果係即係南洋降頭啊、蠱毒啊嗰啲就難解好多，嗰啲係有另一個層面嘅嘢。雖然個理論上係叫做可以用到同一個理論嚟去理解，個理論係咩呢？就係大家都係一啲嘅能量嚟嘅，正向同埋負向嘅能量。咁令到你令到你自己嘅能量比較強嘅時候，咁嗰啲嘢就會入侵唔到你噶啦。咁但係我今次嘅 podcast 係話俾大家講起中咗黑魔法點樣自救。To be honest，如果我話俾你聽，叫你去跟住嗰本書點樣練7749日，跟住點樣打坐冥想，然之後去提升自己嘅能量呢，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好現實嘅。我自己覺得比較實際啲就係除咗你自己 aware 到你自己嘅狀態之外呢，係嘗試保持自己嗰個能量正面或者強勁。呢個係難嘅。咁但係一個比較我覺得最啱所有人最易做嘅方法呢，就係有自己一個比較正氣啲嘅宗教信仰嘅。好似我有嗰個客人求助嘅時候，我就叫佢每日念地藏聖號1000次，或者可能讀經佛經咁樣。而家可以理解做，譬如你讀經或者念佛號，譬如你念六字大明就 Om Mani Padme Hum，或者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你讀心經都好。佢係會嗰啲經文你去讀、你去理解嘅時候，佢 suppose 會慢慢影響到你自己個心智。類似你聽音樂，聽啲好嘅音樂、古典音樂聽得多，你個人都會比較柔和啲。你係日日聽住啲好嘈吵嘅雜音，可能你個人你都會猛啲。咁你就可以透過呢樣嘢嚟去提升自己氣場。咁當然啦，唔同宗教嘅經文有佢一定自己本身嗰個能量，呢個能量
除咗佢嗰個本身經文嗰個意義啦，同埋流傳咗落嚟，好多人對佢嘅信仰或者大家個意識去相信呢一樣嘢咧，或者相信譬如某一個神明咧，呢樣嘢都會有幫助嘅。你大家可以理解做咧，你每 keep 住念嘅時候，起心動念你去一個正向或者你去念經嘅時候，就好似你有時水喉滴水，你個水喉滴水，你一滴水兩滴水，你係好少水嘅，但係你慢慢積下積下，成晚咧就會積咗一桶水出嚟㗎啦。大家可以將譬如念佛啊，或者念經啊，念嗰啲佛家嘅咒語嚟咁樣作為一個比喻啦。咁當然啦，如果佛教嚟講會即係希望你會有一個可能善嘅心，然之後咁樣嚟去開始啦。咁同樣地，如果譬如假設你係信西方宗教嘅，譬如天主教啦，去念天主經、聖母經，總之就係透過你對一個我覺得比較正氣啲嘅宗教嘅一個神明嘅力量嚟 keep 住同佢有一個連結聯繫，然之後令到嗰種透過呢樣嘅方式，令到你同嗰個可能神明又好菩薩嘅關係越嚟越 close，然之後你個能量變得強大，同埋令佢加持你，從而令到嗰啲可能黑魔法嗰啲巫術接觸唔到你，入侵唔到你自己身體。其實喺西方神秘學入邊嘅修練呢，我哋其實每日早晚都要做一啲儀式嘅。咁有時有啲進階少少，可能係唔同時候都要對唔同方位念一啲咁樣嘅嘢。其實嗰個作用呢，就係你每日早晚有啲似咩呢？你刷牙、洗面、沖涼，幫你去除一啲唔好嘅能量，係 spiritually 係你嗰個靈魂或者你個靈性上面去清走啲唔好嘅嘢。咁理論上你每日都 keep 住咁樣清嘅話呢，就算你可能嗰期黑晒啲，嗰期有啲問題定點，其實因為你 keep 住每日清啊，所以啲嘢冇累積到喺度，同埋你唔會啲嘢埋到身咯。咁但係呢個係咪好難呢？我覺得唔係好難，難係難在貴在堅持嘅啫。即係類似每個禮拜大家去做 gym 房做一兩次 gym 或者去跑步，你都可以減到肥，你就會知，你都知有啲係 keep 住咁樣嚟去做。咁但係有時就係要你有嗰個紀律啦，唔會有嗰個惰性啦，同埋你記得去做呢一樣嘢啦。做完呢樣嘢仲要保持自己一個心態個能量正面。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呢係自己幫自己最簡單最快捷嘅方式。咁當然你話你真係揾專業師傅去處理嘅話，咁一定係專業嘅師傅會快啲，同埋佢有啲嘅方法去 assess 到你嗰個狀況係點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可能你都會擔心會唔會俾人哋啊，或者嗰人信唔信得過啊？跟住會唔會係咁 sell 我好多錢啊？要做好多儀式啊、法事啊嗰種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自己做，一係你就自己有修行，可以用一啲嘅法門，可能西人魔法又好，或者其他道教嘅法術法門都。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可能乖乖地讀經念佛之類，呢種係慢慢儲，慢慢嚟去儲翻自己嗰個能量嘅。咁講多一樣俾大家聽咧，就係如果以佛教嘅咒語嚟講咧，大家可以用靈驗咒。係啦，大家上網 search 都揾到好多啦。其實 YouTube 上正所謂佛教嘅叫做咒中之王，就專係對應一啲可能邪魔啊，或者啲黑巫術之類咁樣嘅。咁佢一個簡短 version 叫靈驗咒心咧，咁就短好多，大家都可以揾到。然之後攞嗰個跟住嚟去念。你覺得記唔到念唔到嘅，就譬如六字大明咒啊，或者南無觀世音菩薩啊、南無地藏王菩薩啊，其實都可以。最緊要係你 keep 住咁樣嚟去做，然之後再生起嗰個信心。因為其實你自己嗰個信心、你個情緒同埋你個意識投射落去，都係一個能量嚟嘅。咁你就從唔同嘅 factor 嚟去加大你自己嘅能量。咁另外一樣嘢咧都可以做咧，就係譬如帶啲黑曜石啊，或者黑碧璽咯，我覺得黑碧璽比較好啲，比較強啲。黑碧璽啊、黑銀鈦嘅水晶咧，都可以減低到呢一樣嘢嘅。嗱，雖然聽落好似好簡單，或者你覺得未必有好多好神奇嘅方式，咁即係講到可能我講到最尾，你都覺得咁都係叫我念經念佛啫咁樣。咁但係其實你真係 keep 住到積少成多咧，係真係有佢嘅效果嘅。調翻轉好強調，我叫你真係俾本好厚嘅魔法書俾你，然之後叫你打坐修練，要點樣定時定候對住咩方位做咩儀式，然之後再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其實真係慢嘅。同埋除非你真係有心成為一個魔法師，或者係即係真係有心向呢方面嚟去發展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呢一系列嘅其實我係想火一般人你可以自己做嘅時候，其實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到呢？咁樣。咁畢竟大家可能未必
即係一嚟你未必好肯定自己係咪真係中咗黑魔法，第二就係你又未必好識得揾一個好好嘅師傅或者可能法師去幫你處理，或者佢 sell 你講呢樣嘢嘅時候，你都唔知真定假。咁我覺得喺一個未去到好嚴重，即係可能你連續10晚你都發夢被鬼追住你嘅，或者有連續10晚都發噩夢嘅，咁呢啲可能比較嚴重。但係如果唔係去到平時真係咁嚴重嗰啲嘅情況嘅話，如果靠自己解決咧，我啱啱俾嘅方法咧就真係最簡單最直接㗎啦。咁我哋今日分享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都費事令到個內容變得太長。咁但係如果大家聽咗有唔明嘅問題，或者想知點樣處理呢，大家都可以 inbox 或者message IG message 俾我，同我講嘅。咁我有時間呢就會覆返大家，或者可能錄一集節目，咁就擺喺呢一度咯。拜拜。